表情，我冇最成就，自己一聲拜拜，完全嘅都是要給偉大同志搞新意思，照賣流花，次有單位，但國個可能要換名義，皇后大道西有皇后大道東，皇后大道東轉皇后大道中，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宮？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，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，人處係不麻一走把兩天，百姓也自然要鬥揮個終點，若做大國公民只需身有錢，自己一聲拜拜，元氣這都是要他偉大同志搞新意思，冷氣候同樣影響這都市，但是回歸可能靠自人同志。皇后大道西有皇后大道東，皇后大道中轉皇后大道中，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宮？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，這個漂亮朋友道別亦漂亮，夜要影視銀幕繼續夠形象，到了那日同慶個個要鼓掌，硬幣上那尊龍變你是銅像。